睇唔到，我明顯慳咗好多時間化妝。我今個旅行又玩多咗好多嘢喎。又好似係喎，點解嘅？因為我今次去旅行之前呢，植咗眼睫毛啊。其實我今次去10幾日顯港之前呢，就係去咗 KP 植日式單根眼睫毛啦。KP 咧係日本超人氣美妝品牌啦，我都係佢哋即係客嘅忠粉，而且咧佢哋喺日本咧已經有20幾間分店啦。所以所有日式單根眼睫毛嘅技術咧，都係由日本總部去傳承啦。每位美睫師咧都經過超嚴格嘅培訓咧，先至可以幫客人做服務噶。入房做眼睫毛之前咧，美睫師會同你慢慢傾，同埋咧幫你分析你嘅眼型，揀一個最啱你眼型嘅款式同埋長度，設計出咧自然精緻嘅效果。所以無論你係中意日系嘅裸妝感啦，定係濃密嘅電眼 ，KP 都可以幫你做到噶。另外咧，我分享一下，我植咗眼睫毛之後咧，都係用 KB 嘅卸妝油卸妝，因為咧 KP 嘅卸妝油咧係專為美睫而設計啦，唔會好似一般卸妝油咁樣咧容易乳化美睫，所以可以放心使用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快啲同佢哋預約整眼睫毛啦！